只见程坤奋力一掌劈在谢逊肩头，这一掌就连白眉鹰王也是自叹不如。谢逊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身。当年程坤教谢逊这招长虹惊天时，曾言此招击中后当运混元气攻伤敌，如今自己出手却是软绵无力。你为什么不运功啊？是不是年纪老了，无功可运了？程坤听完又猛击两掌，差点把谢逊的黑眼球都打出来了。不过毕竟是师傅打徒弟，谢逊挨个3拳2掌也是应该。自此以后，谢逊欠程坤的已经还了，接下来便要讨回多年血债。程坤轻蔑一笑，徒弟岂能是师傅的对手？谁知谢逊早已想好对付程坤的办法，他硬扛下程坤的重击，只为抓住机会擒住这个老贼。随后双脚一蹬，朝枯井飞去，两人一同跌入枯井。此地漆黑一片，对多年双目失明的谢逊来讲毫无影响。他以耳代目，聆听程坤的一举一动。程坤却因看不见东西，感到格外恐惧。井下除了自己，没有一点声音，这让他逐渐失去理智。由于担心谢逊出手偷袭，他只能不断出拳，希望能击中谢逊。运足内力，却一拳打在石壁上，反而让自己受伤。谢逊听见程坤不断挥拳，感觉他离自己越来越近。就在重拳打向自己的一瞬间，谢逊果断出手挡下一击，顺势以七伤拳猛击程坤胸口，震断成坤7根肋骨，又将倒地的程坤抓起来，再补上一记双脚飞踹。这一套连招之后，程坤被打成重伤。为了保命，他出手更加狠毒。一拳打伤谢逊之后，他立即使出小擒，拿手中的双龙抢珠直戳在谢逊双目上。得手之后，他狂笑不止。但谢逊强忍伤痛，同样使出双龙抢珠，左手按住程坤不动，右手飞速戳去。